刚刚哦，因为我舞蹈系耶哈，所以我感觉在非常的飘逸，应该是非常的柔美。结果呢，因配着我这首《笑谈人生》，哇，哎，这大来都出来，就老公的一首歌曲的哈，哇，真正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，哇，9点半呢，我一般我会想要讲吼，这个是新年啦。一般我想讲9点半大家可能想要等你困了，想不到我们现场还这么多人呢，哦，要听我唱歌对吧？哦，他等下后边呢，我们有蔡一德蔡大哥哦，也行好吧，就想要听对吧？不可以走开。OK， 谢谢大家，今仔日呢真欢喜来搞咱素哦，咱的乡亲时段呢，新年快乐！马年新的一年，李家林生祝福大家马年行大运，马到成功，马上就有钱啊！马上什么呢？什么愿望马上都实现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这句话上重要，马上都实现了。好 ，OK， 那接下来继续来安排这首歌曲哈，这是林山继这个一心甘愿为你走这首歌，您知道吧？知道吗？哈，知道吗？还要唱吗？谢谢哦，跑来表示哈，会晓唱，有听过。这首歌我原上来唱，这首呢就是继这个一心甘愿为你走呢，又更赞的一首诠释台语的抒情歌曲，非常好听。这首小心嘛，会晓唱，他等下大家都要做一起哦，叫做《咪咪古钱》。谢谢。来，掌声鼓励。林山。谢谢。接下来林山小姐，接下来亲自的古钱咪咪这首歌咪咪古钱，咪咪古钱嘛吼，来，来唱着你的海本。
错的乡亲真的好棒啊，都会拍拍手，都不会吝啬哎。真正。哎呦，那其实吼，咱观众朋友对咱。